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最出有添開心啊，但係中間位置走上去有精算亦然啦，外邊呢仲有超強60啊，粉紅就第3位凝聚美麗，外邊第4位仲有呢隻凌風傲雪啊，欄第5有可靠大師啦，中間有枕頭之星啊，揈出去外邊有中橫大興，後啲先有品德寶寶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凌風傲雪透出啊，中間凝聚美麗3嬌戰步追上嚟，響佢出邊有超強60，攝入邊追嘅馬仲有枕頭之星啊，外邊品德寶寶上緊嚟，大外檔添開心，最後100米到凝聚美麗接添，品德寶寶3嬌嘅節步過埋佢，第3名外邊有添開心，入邊係枕頭之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最後100米、最後50米都仲係凝聚美麗佔先，但係呢個時候品德寶寶3嬌嘅節目將佢趕過第2關，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埋邊雙英雄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間啦，有黃帽嘅仗義啦，中檔63咧就係青春力量啊，響入邊係迎妙星內欄紅衫黃帽長勝將軍啊，見3匹馬先到先得掌聲，掟大外檔爭金奪冠啊！入整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雙英雄走甩大約1個身位到啦，青春力量第2位啊，中檔追上嚟嘅嘛，有長勝將軍，外邊啊仗義啊，響入邊仲有標之良子啊，出邊追上嚟嘅馬匹仲有隻迎妙星，最後100零米透出仲係雙英雄。呢個時候長勝將軍逐步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雙英雄響埋邊追上嚟嘅嘛，有長勝將軍啊，外邊係仗義啦，最出仲有隻迎妙星啊，第3關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內欄位置係呢隻富國兄弟都快嘅，中間美麗邂逅已經係走咗上去啊，進佔第2位咧，仲有建測群英啦，出邊粉紅眼罩智勇名區啊，並出去外邊馬有大學生，後啲先見到銀亮奔騰勁沙塵嗰啲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建測群英走甩咗少少啊，智勇名區開始推進，中間位置上嚟嘅馬仲有富國兄弟啊，中檔位置追嘅馬匹仲有非凡豪傑，外邊大面箍上緊嚟銀亮奔騰，最後100零米非凡豪傑透出，外邊銀亮奔騰追緊佢2匹馬相當接近，銀亮奔騰終點前將非凡豪傑似乎係趕過咗㗎啦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非凡豪傑出咗頭先，有少少走咗入去，呢個時候銀亮奔騰追上嚟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電源之區應聲彈出啊，響入邊飛龍在天走翻上去啦，中間位置仲有魅力寶區咧，有愛心得飛呢個飛輪霸，響出邊就係呢隻手到齊來啊！飛龍在天啊，第2位，咁啊飛輪霸呢就第3位，埋邊魅力寶區啊，再見到偷入邊嘅馬仲有天星啊，中檔位置電源之區追啦，響外邊呢仲有隻有愛心得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飛龍在天透出咗，飛輪霸追緊佢，從個馬林中間穿上嚟，有海船星啊，出邊3軍勇將有愛心得啊，嚟到國際騎師錦標賽嘅尾關，海船星贏馬。第2名嘅馬呢都相當接近啦，而橙衫呢隻海船星一貫都係用一個比較前節嘅跑法，今場後追一樣都冇問題啊！